宜用电子公司伊讲出现卡紧危机，虽然南科第一时间嘛成立大型筛检站，并且甲7间病院合作，全面启动快速筛检。从9号开始，已经累积到16号。虽然其中有出现伪阳性，不过最后经过 PCR 检测，总共5938位移工拢是阴性，确保目前南科园区安全无顾虑。快筛站感谢7家医院的协助那个时候在第一时间就紧急成军从6月9号到6月15号，总共快筛了5938人，虽然有10个人是伪阳性，那后来的 PCR 都是阴性，所以是跟大家报告我们的快筛结果5938人全数都是阴性。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嫁接我们的今天是胸腔病院梅和跟我们的企业去做在现场做快筛，所以我们对于南科快筛站还是持续在运作。然后因为一开始我们是市府来介入来赶快协助救急，那现在开始由我们的企业跟我们的医疗院所一起去嫁接一起合作来做这个快筛的服务。那重点是，如果筛检出来有阳性的，我们卫生局会协助他后面的 PCR 甚至是就医。虽然南科筛检站任务仲未结束，不过企业一旦有需求，市府买每下医护人员进驻。东城区已经规划注疫苗应用，只要大量疫苗入来，园区得当马上执行，确保员工安全，冇企业运作未受到冲击。电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